主耶稣基督讲，伊就是活命的美娘，来到耶稣遮的人，心灵的确袂夭饿。相信耶稣的人，心灵永远袂脆干。请收听《活命美娘》。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咱的好朋友，我是喜乐咱个做伙来听这个广播节目要来继续谈这个新约概论咱这时奉主耶稣的名咱要来分享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个概论。帖撒罗尼迦前书前后书拢是保罗写的吼开始就出现保罗、西列甲提摩太的名，那亲像其他的批信同款可能两位拢甲伊同工所以而且写批的时阵，保罗定来用阮用阮所以保罗而且就是有真清楚的对象这个批到底是要有什么人就讲要互帖撒罗尼迦伫神甲基督内底教会讲起来是人啦就是遐兄弟姊妹已经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帖撒罗尼迦就是即马希腊东北的这个帖撒罗尼基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名将这卡山德伫这个西元以前第4世纪所建立的伊的太太用伊的太太帖撒罗尼迦来互这个城的名伊是一个商业真繁华的这个港口嘛是含这个罗马小亚细亚中间真重要一个贸易甲军事的路线伫保罗的时代，马其顿省的首都而且享有这个内政自治的这个自由城市，所以讲起来，这个人也真开化这个百姓差不多拢希腊人嘛有袂少这个犹太人保罗的第二处这个布道旅行的时阵，签这个西列提摩太这伫使徒行传16章内底有记载因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小连续3安息日，伫犹太人的会堂甲因辩论犹太人犹太教因就是恪遵这个十诫所以安息日第7日就是拜六。因足重要拢爱聚会这也是咱将这个安息日看作圣会其实毋是甲犹太教安尼看重这是神的教示伫出来叫20章内底这十诫内底重要的这个第4诫爱纪念安息日叫做圣日，所以阮嘛是安尼来纪念啦什么时阵好报道，什么所在好报道保罗伊就选这个会堂因为因有守安息的习惯。所以小连续3个安息特别1个月伫遐参面辩论辩论啥？其实讲辩论较要紧是咧报道啦，咧讲解基督安怎受害，对死内底复活。所以有真侪虔诚的希腊人，甲尊贵的妇人人，都拢相信主毋若安尼啦，才引起这个犹太人的嫉妒。犹太人就毋信耶稣，所以嫉妒一定的啦所以起了这个动乱互保罗啦甲同工伊就爱离开这个所在不过传道人离开了这教会却继续长进后来难能可贵加做马其顿埃加省种教会的楷模啦所以因的信用真好嘛真坚定保罗伫帖撒罗尼迦的日子讲起来无长啦差不多3礼拜左右因为伫批信中间保罗谈到伊的工作谈到伊的生活伊要互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者为着要甲接待甲支持拖累，所以伊嘛讲到伊伫教会内底这个行动甲态度靠家己啦腓立比书内底嘛有讲到保罗伫帖撒罗尼迦的时阵腓立比教会捌2摆来叫人甲资助供给伊的需要，这是腓立比书4章16节以后就有讲啦后来保罗伊就离开帖撒罗尼迦往南边来到庇哩亚，伫遐做了一摆短的这个宣道的工作。犹太人一路安尼来对咧啦毋是要甲帮助呢对咧是要甲搅扰要来破坏
结果煞互保罗继续往南转弯入去这个雅典啦就即马这个雅典的所在但留西列甲提摩太伫这个庇哩亚继续工作。这个写批的时间差不多是伫第二次布道旅行所写的这拢较济拢是经过提摩太甲西列对马其顿转来无偌久以后将这个批信送到阿盖亚省伫遐这个帖撒罗尼迦经书来写好提摩太对这个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所处的这个环境伊慢慢写批予保罗上面咧关心教会这信心爱心的好消息予保罗来笑脸。另外一方面嘛带转来保罗对教会这种劝勉尤其是教会有迄安尼居心叵测的啦，批评论断的啦，甲咱即马共款啦对这个中心点无一个概念要互人信家己其实这都是自作主张啦自以为是，这根本是真毋好的代志提摩太对帖撒罗尼迦转来了，写一张批就安尼保罗对这个批中所论述的来做几点安尼来反映所以这来讲论到迄困去的人啦，就是糊涂的人论到日期啦你讲到伫这个道德啦甲性的观念啦甲这个生活啦，拢爱成圣啦爱圣洁毋才当做圣工所以保罗对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有几项，第一项就是讲爱因伫信望爱信用啦、盼望啦、爱心顶头好表现真正嘛互人传出来。第二就是讲帖撒罗尼迦人有来诬陷保罗啦，讲伊是一个宗教骗子来引诱因离弃家己的宗教。其实本来就毋对来更新得利以后讲着逃跑啦、绕跑啦，其实这无一个只保罗要提醒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信者讲毋通受这中间错误的信息来怀疑伊的动机、态度甲方法啦咱今仔嘛是共款毋是干那信耶稣，毋是干那信圣经，其实咱来比较看对一间教会会当朝天国的目标伊所受的道理、所听的亲像帖撒罗尼迦前书所写安尼面对逼迫、面对患难的时阵，免咱徛得牢。咱今仔嘛是安尼虽然咱离肉体外在无啥物，但是内心是被攻击的所以咱应当就清楚要传得救的教会啦，这个才是重要那就有所书内底讲的全备的真理、得救的福音来相信耶稣基督领受圣灵，真神才会得到荣耀这里1章13节内底咱拢清楚知影。所以保罗伊秉持这个这种的方向甲目标伊有这个生活的态度两性之间来甲这个信者讲互清楚互因会通知兄弟姊妹甲家庭内底甲信仰拢爱追求完全正性，安尼才会属基督啦佫一项就是讲对咱个人来讲这个身躯的这个保重真要紧包括健康嘛，包括灵性的这个健壮这种真重要信者中间的互动，保罗嘛劝勉因毋通轻看这个神伫灵内底这个温数一定爱斗来尊重天顶的神毋通互教会陷入分裂的这个危机啦咱今仔嘛拄着这呢，其实咱知影教会这拢是选的而且拢照圣经的这个根基讲爱顺服爱坦白爱安尼温柔，爱效法基督，所以保罗嘛将这个特色拢甲写落来请大家兄弟姊妹爱坦然啦讲话爱温和，爱有爱，爱有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啦亲像这腓立比教会共款也毋茫讲将来咱要进天国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每一章下面伊拢差不多加一个讲主得要再来1章10节、2章19、3章13、4章16至17、5章23，差不多逐章拢有啦。所以这个对这个荣耀的盼望，就将来天国的享受，就住在里面时阵，有一个真活泼的这个感动甲这个思想。
规张批信内底拢无引用这个旧约啊，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足侪拢是外邦来信的，所以你要讲旧约，因嘛无一定听有。但是批信内底却有足强烈的这个末世的概念。所以圣经内底伊将这个灵魂啦、肉体啦，这个灵甲魂甲分出来虽然是安尼啦，咱无一定会当理解，但是批信重要就是伊无真深的这个教义的探讨，但是爱互大家有一个一体的概念，相信耶稣基督。有足侪代志咱唔知，但是咱谦卑面对，守住道理，唔能得罪神维护教会的纯洁甲真理所压管的这种独一性。安尼才真正有勇敢的仁义甲圣洁甲谦卑的一份那帖撒罗尼迦前书佫有谈到这个教会发展因为教会要有属灵的特质就是讲伫精神内底的团体，伫信望爱特质内底的团体，伫神竞选甲喜爱的团体内底，咱应当安怎发展？就是安尼因为有这种属灵的特质咱才有第二点，才有这个传福音这种这个方向。所以福音传到恁遐传教的所在，要安怎遵守要安怎延续要安怎搁传出去这个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所讲的咱领受真道真道既然已经传到恁遐，恁要甲固守，要将生活成做传福音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一看来，这就是这个生活就是咧传福音嘛佫会当看到对教会这个信心、爱心、盼望、和平、喜乐甲公义来充满咱的生命。当然就充满教会嘛。第二大项服侍的这个牧者就讲传道人啦咱有伫大战争内底，这大的冲击内底，爱一丝都无惊吓，将福音来传出去。安尼这是中心的关键中心的关键，伊本质就是坚持清楚使命用纯正的心来传扬道理，过来就是有温柔老母的这种心态来照顾迄个还咧食奶的囡仔，而且用灵呢属灵的健康、属灵的这个食物互这个囡仔会当长大甚至疼惜到牺牲。过来善做老爸的责任亲像咱做士大人的做老爸伫工作顶面的付出、行为的见证、讲话的教导，这拢真重要这是神来托付咱将来对使命、福音使命的这个托付甲完成所以咱是神所疼痛的，咱应当爱对得起迄个吊咱的主啦伫苦难内底咱要用活泼应用神的道来重视神的话用心来领受来生活伫苦难的时阵会当得到神的这个透棒会当因为这个苦难互咱更加进步最后结局就是主耶稣要带咱承受起来就是讲苦袂真正讲苦到咱跋倒好，咱来归荣耀神这就是将来有一个盼望。咱要得到天国的赏赐，唔那干那人来的这个帮助尔，是对神来的这个帮助甲看顾。安尼总观起来就是讲坚固的信心真理的持守，伫苦难内底抓住耶稣基督有属灵的资源。咱心内有神的话，你周围都神的百姓，你头前都神的荣耀，安尼的确得胜有余啦最后就第三章以后讲爱靠主徛伫伫稳。伊希望这个提摩太去关心，是真正的关心，是一个忠心的助手，是一个服侍的任务，伊真正那个完成而且亲笔写这张批信希望讲在这个好消息会当安尼来汇报互牧者的患难俾兄弟姊妹知影斗祈祷、斗关心啦用神的道继续来关心来牧养过来就是无煞为教会祈祷，为信心成熟的来祈祷，为爱心充足的来祈祷，为生活圣洁来祈祷，这拢是咱一个足好学习的目标咱是神的羊神是咱的牧者羊甲这个牧者的确有爱心的这个连结，这个牧者有鼓励有帮衬这个羊就有喜乐就有期待这就是祈祷同款用各样的这个智慧关怀互教会兄弟姊妹当渡过难关，会当赢过考试，安尼这样坚固信心徛伫伫稳最后
立志讨神的欢喜。因为咱做的工课信仰拢是归属神的吼，参考圣经无毋对，祈祷圣灵充满都拢无毋对，但咱对这间得救的教会爱忠心、爱真实、爱用心、爱投入，因为教会才有权柄，教会才有天国的锁匙。根基建造伫磐石顶，就是主耶稣的身上。安尼耶稣基督就是圣经的话，咱得遵守咧。你无去甲触犯，无去甲挑战，安尼就是维护神的圣洁。完备阴性，这是神的旨意吼。神对这个两性的这个规范甲典型吼，这形状就是讲咱唔好去挑战吼，唔好去犯错。所以听过的道理甲领受到的吼，这种是咱应当爱避免的背景啦吼。道理的这个提醒，实行的这个要义必然的这个结果拢互咱通知，咱爱甲这世界分别。无甲这些世界分别你乱七八糟吼，所以唔通为所欲为就对啦吼。将来讲困去离世的时阵，咱要伫主的怀抱内底，这是最大的指望啦。所以保罗才会勉励讲恁伫主耶稣内底死的人伫主内底死的人，毋是死去是困去，既然困去就望，因为佫有醒一天啦吼。这种是末世的这个计划，主的确亲自降临，主耶稣的确就复活来审判这个死人活人将来要这个开天国的门，信徒被提，咱就直接甲主永远伫咧吼。所以这就是咱将来面对这生命终局的时阵，彼此宽免的吼。因为有这，咱才知影讲主来日子近这是应当爱得到驾驶的信心，因为耶稣基督要来，每时亲像贼仔同款，无迄个咧讲亲像懒散忽然间啉到所以末日要到，真正是安尼吼。所以咱来准备啥？做别丢之主，唔通醉酒，爱用信望爱来装备，靠救恩来赢过审判。彼此来建立互相关心吼。主来日子无人知，主来亲像暗暝贼仔，亲像散乱的妇人人吼。但是既然脱离黑暗，咱就进入真正真理的光照中间啦吼。所以咱来谨慎自守，甲主同活，甲主同行，这就既定的这个目标有祈祷，有智慧，有奉献，有信仰的表达。这就是咱甲神中间的关系。神就无将咱当作仆人咱就神的囝所以咱佫有本分，真正做仆人来为主做工，因为这是主的工，是主人的工。所以信徒中间互相的关怀若拄着迄个劝袂听的，当然看伊要安怎嘛放伊去。就勉励迄个灰心的人，只要有人灰心要甲勉励会转来，当然欢喜感谢，做伙欢喜胡作乱欲的，毋通继续个拖拖爱向迄个正人来忍耐，有个人正人可能100个讲你一个，要安怎人对教会批判任他让他不管他，无以恶报恶，追求良善，因为事实证明，真耶稣教会是为得救的教会这是教会本质甲教会实践，所以才有法度常常喜乐，无煞祈祷凡事谢恩，圣灵感动就永远伫咧先知的讲论就是属灵的这个感动对咱的心内，咱就会当做清楚的选择，愿主耶稣带领。咱最后要来祈祷来完成今日节目，请额头别倒，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主爱主，感谢学到你阮读过圣经了后，会通得知当时这个工人用心爱要安怎管顾兄弟姊妹的信仰。因为集合起来，这就是神的教会。教会就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教会唔那干那传，要互人会当行入来。行入来就有依循圣经的真理，就会当依照主耶稣所行过，安尼来洗礼，才有功效啦所以大水的浸礼阮绝对无简单凊彩，唔是点水唔是用其他方法来取代是真正像主耶稣留的榜样，爱去流动的活水内底圣灵来见证。甲主同死低下头，甲主同埋葬，就是没入水中；甲主同复活对水灵起来。罗马书第6章30以后所记载，安尼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完全咱正做神的后嗣，甲耶稣基督做后嗣，就是要领受天国的产业，有圣灵来见证。感谢主，这些代志拢伫阮的脑海内底，拢伫阮的生活内底。一而再，再而三，要甲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愿主耶稣垂听阮的祈祷，互阮伫未晓的时阵主耶稣甲阮同在，呼显主的名；互阮伫会晓的时阵，无荣耀家己来荣耀主的名。阮将这拢放踮主耶稣你的面前，愿你垂听。愿荣耀颂赞归主耶稣圣名。愿平安恩典对你的宝座来赏赐阮大家。哈利路亚，阿们。